天，你敢有在看？啊天啊天，怎样来审判？怨叹天无价值，人无伦理，用的正义行在喷射队，违背人情义理，又不明是非，一生枉费白吃了世间味。写歌是一种兴趣，因为听音乐听到尾升乐器，乐器了后，我就会想要去写歌，所以我会写台语歌、写国语歌，尤其我会创作，这个台语歌是离我差不多26岁、27岁这个年纪，我就写第一首，我袂惊，但是我要拍拼。这算我的这个处女作，嘛是第一首的这个创作歌曲。后来我陆续写的歌像男人的一生。日头花，咱是一家人，等等，应该我的歌曲即马算来嘛算上百首啊啦希望伫创作这条路我会当继续行落去，写大家爱听的歌，写我家己喜爱的歌曲。我爸影响我真侪，真正，因为他带了我从古典音乐的基本根底。然后再走到流行，因为伊的关系，所以我知影台语歌是一个就水的歌曲，它是一种很漂亮的曲种，所以我有感觉，真正是需要去深深的感受到这件事情。对，然后爸爸有一条歌叫做《请你听我讲》，迄首是甲秋风姑姑对唱的一条歌因为我甲我的弟兄是相生阮爸爸对，迄时阵就细汉，我有印象，就是我第一条学的歌嘛是迄条伊就我甲二兄做伙唱，伊叨叨一句一句教阮讲台语，安怎唱，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等迄几号暗开一个迄台灯尔，照一个迄看会着手也是看会着谱安尼，就两个拢伫遐弹，我就感觉坐过去问爸爸讲，你拢袂感觉讲安尼我目睭安尼无好哦？伊就讲，因为我嘛是安尼所以就会发现说，真的跟爸爸相处下来，就会发现我的身上其实有很多他的影子在，有伊的影伫的，所以我感觉这是一种我感觉较美好的一种代志，是一种传承吧，对，传承的感觉吧。在社会要甲人来徛起，一定着爱重情甲重义。现实人生，冷暖世情，当作考验咱。相来相敬甜蜜的爱情，有美丽的纯情，这就是男人的一生。男子汉踮在世间，袂当互人看袂起。好好珍惜生命的意义。
男子汉踮在社会，要甲人来徛起，一定着爱忠情甲忠义。现实人生，冷暖世情，当作考验咱的心。温暖的家庭，可贵是亲情，难得的友情，互相来相挺。甜蜜的爱情，有美丽的纯情，这就是男人的一生。男子汉踮在世间，袂当互人看袂起，好好珍惜生命的意义。温暖的家庭，可贵是亲情，难得的友情，互相来相挺。甜蜜的爱情，有美丽的纯情，这就是男人的一生。男子汉踮在世间，袂当互人看袂起，好好珍惜生命的意义。用伊的认真，用伊的坚定来证明讲我袂惊，但是我要拍拼。男人的一生摆在眼前，互咱看。咱来欢迎亲情歌王蔡启德。国珍哥，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义德。真正写足侪感动人、挽人的心肝。是啊，尤其咧唱亲情的歌。其实我自细汉我就做爱音乐，受到妈妈影响哦。咱细汉的时阵就是咧听垃圾哦，垃圾哦，咱以前的媒体较少，咱要听歌就是拢垃圾哦尔。叫做妈妈听足侪这台语歌也好，国语歌也好，听甲对这音乐产生真大的兴趣。这就是一个音乐这过程中真大的这个启发点。咱是农家子弟嘛，咱看到人咧弹钢琴咱是足欣赏的。远会当看安尼感觉哇，有一天咱来摸一下，毋知偌好。所以就是因为安尼来，对这个乐器这嘛产生真大的这个兴趣。迄时阵一直想要讲，有一个机会我来嘛要来弹一下钢琴要来弹一下吉他啦，等等这个想法。到尾妈妈对我嘛真好啦。到尾伊就安想尽办法，互我一台小台的口风琴咱就去偷慢学白理啦。其实我嘛毋知因这是啥物，在咧分咧理就感觉就充满着迄个欢喜啦。所以今仔日在这个节目当中，我是要感谢我伟大的妈妈伊安尼培养我遮侪年来，互我对音乐、对台湾歌也好，对这歌曲唱歌也好，是讲乐器学习也好，互我真大的这个帮忙啦。若无伊可能嘛无今仔的我。有一遍伊就爱我甲我爱调，伊讲咱这脚无变，并毋是咱家己愿意的，咱这是不得已的。但是咱爱学啥物件，就是爱接受伊，爱面对，也毋通放弃。所以，这妈妈虽然伊毋是讲受偌大的这个教育但我感觉伊这个对人的这个勉励性，对重点的这个鼓励拢有抓到。所以我今仔日会使讲，我
会当行到现在即个即个局面其实妈妈对我影响是非常的大。你歌内底就是唱讲，咱若跋倒伊比咱搁较疼。对，啊，伊就来咱要伊拢毋甘食啦。我细汉时阵是会使讲我若毋是甲错节啦。咱细汉时阵受到即种霸凌其实咱嘛毋知影是安怎会安尼啦。咱莫名其妙，我坐涂骹咧爬，就有人来甲你配喙烂，甲你割石头、割手机。等我来问妈妈讲这是到底什么情形？我来安尼卡安尼，伊讲这就是你的命。袂要紧，同学甲你欺负，你就尽量甲老师老师讲互老师去解决，尽量看会当化解，较袂同学拢会甲欺负，拢是安尼来的啦。所以我伫即个国小受欺负我的班导师啦，算我的老师，伊就拢会鼓励我嘛，伊会讲你互伊欺负你就爱忍耐，因为即个同学伊毋捌事。所以伊才会做即种行为。所以你莫甲放伫心内。你只有即马认真读册，做一个成功的人，才有机会出头天。所以，厝内有妈妈鼓励，爸爸勉励，学校有老师甲我加持，甲我即个化解我对即个同学对我欺负即个心理。所以我是感觉讲，其实我人生嘛算真有福报啦你真正讲要做一个成功的人，要找路这个过程原来行过几多种无共款的方向，原来默默受。讲你真爱看册，佮真认真的准备考试，这就是讲要证明方法。迄时阵是安尼，我高中毕业了，我就无继续升学。迄时阵高中考掉了，我无倒去读，是因为我行动无方便，不得已我就是成失学。迄时阵就是住伫厝的嘛，差不多2、3年。就感觉逐工拢伫厝的就是听音乐，若无就是唱歌，就感觉那像无啥代志做安尼。到尾妈妈就甲我讲，你敢无爱搁继续读册？到尾我才去选择迄个法务类、法务类，就甲即个法律有相关的即个科目去读，才参加即个检定考试，才去做检定。即说这嘛是真正妈妈即个伊都无意中讲出来提议，我去想办法去了解毋才有今仔日我搁通过这司法人员这检定考试的及格，所以一切拢感谢妈妈。是讲你考掉了，哪会无正经去行这道？后来发觉我这个人较乐天，我逐工都爱做欢喜的不管做啥代志，我较乐观的人啦。你叫我闷闷的逐工面对着一个迄个较严肃的这物件，严肃的物件，我是较无习惯。较无习惯，所以我为着要符合我个性我也是做迄种，比如讲生理场的生理，因为迄时阵阮爸爸是饲鸭嘛，生理场的这生理，是讲我来唱歌念歌互听，练几句笑话的话，互大家分享笑笑咧。我感觉这那就跟我的个性较接近啦。所以我后来我就无继续行司法这条路，这条路继续去发展。到尾我就是做生意啦，唱歌啦曲，安尼我感觉安尼我较快乐。手玉箏，滴风不停，自由行，离情不灭。船若要靠满，就爱做顶头。我若要出外，上烦恼是妈妈。身躯一领伞，想你双手一针一线。人生一条路，一步一步牵阮行，一年一年甲阮情。
什么名？我愿什么听，搁较行嘛是因为我是你的心头肉。手玉针，离风不停，自由行，离情不明。船若要靠岸，就爱找顶头。我若要出外，上烦恼是妈妈。身躯一领衫，受你双手一针一线。人生一条路，一步一步牵阮行，一年一年甲阮情。我若扫你心痛，我若要恁甘蔗，我若哭，你的目屎就拭袂干。我若跋倒，亲像针插你心肝，我分什么命？我改什么名？我愿什么听，搁较听嘛是因为我是你的心头肉。我分什么命？我改什么名？我愿什么听，搁较听嘛是因为我是你的心头肉。其实我伫即过程，也阁有拄着足侪即个比如讲我骹无方便，我有去大院，我去手术。其实我的手术若像21道，每一道拢是妈妈陪我去，前后手术，就为着要甲骹讲，看会当甲医好较好位，互伊未来讲看，伫我的行动当中，看会当对我会有帮助。比如讲，若小可讲举一个拐，小可会行，还是讲要摕一物件，要做啥物工课，我会当家己处理。医疗过程其实入去甲出来，其实安尼21道我的妈妈嘛是拢流着目屎安尼抱着真大的希望，安尼送入去手术房。手术房手术了后，出来了后，我发现到对即个好像即个行动要行路无啥物足大的帮助啦，所以嘛造成足大的伤心嘛。当时我是感觉讲，即摆甲回想起来真正是太厉害了。伊让我到我手术遐济遍安尼陪我入去哭，手术无好出来嘛搁哭，当一遍两遍三遍安手术遮济遍，安尼拢无放弃。迄是听惊，迄是一个希望。对，伊就甲迄个希望拢放伫心内，若有机会，我毋是甲手术啦，包括人来讲着啥物，啥物中药药丸还是讲即个有啥物食落对骹，啥物会行路啦，迄偏足济啦，拢讲安尼，那就食了一比一中啦，所以伊拢一定抱着讲有机会，互伊德互伊的囝会当真正有一天会当徛起来。少年的时阵，是感觉讲因为较袂晓想一半摆安尼，
对妈妈讲话口气无好，其实吼我甲想着，阮长期吼对妈妈的口气吼，拢定定的足自然的，口气就无好啊。啊，你讲你知？伤刻俗、伤熟，佮伤亲嘛。你看，我相信足侪观众朋友嘛共款啦。咱对别人哦，客客气气，真客气，讲话轻声细细。啊，若母后有时啊，家人啦、厝内的人啦，有时足自然的，喷门叫啦，安尼讲话口气就是拢较无安尼较客气。啊，其实有时年纪愈来愈侪嘛是会感觉到讲，是毋是这口气我小可调整一下。因为人生咱是一个人啦，人家生我们，咱生别人，毋是同款意思吗？咱生咱的囝，伊对咱口气来歹，咱嘛感受到啊。咱对咱的，伊对咱的即个口气无好，咱对用即个口气来对咱是大人，嘛是同款意思。所以有时讲有样看样无样家己想啦。啊，你当阵伫业界咧行，慢慢啊讲。产生一条歌咯，就是讲唱亲情的歌，尤其这条《心头吧》，这等于讲是你足出名的代表作，是啥物款原因去拣出来？真正表达讲对老母的感恩，足侪歹囝会敢若听甲解，你敢知？其实这歌曲真歹讲，有时安尼若讲7景8景景都袂应应啦，有时无心要插柳柳成荫啦这首歌是唱片公司拣互我的，咱会足效我唱，尤其我的声佫小可有沧桑的声。我唱迄个对妈妈迄种感恩，可能加上因为我脚骨无方便，所以行动无方便，坐伫轮椅悬顶咧唱，甲徛咧唱，我相信，若我咧听我做观众若你是徛咧唱，甲坐咧唱，我是感觉坐咧唱可能对即个感动度咱的感动会增加足济啦。所以咱嘛是感觉讲，你即个歌单唱完久突然间变成有一首我的代表作，这我就感觉人生真正讲真诶。就一定注意啦，足啦。你唱歌就是有当时咱伫台顶咧唱，咱就大家咧听的观众，就是咱伊的故事啦，伊会感受到，为的是讲都爸母无伫个为的是讲爸母伫个啦。所以咱毋得定讲一句讲咱不管做啥物代志，你就是爱把握当下。你想会当伫咱即个社会，有啥物种人会当为你牺牲伊的青春？会当牺牲伊的精神，用伊的岁月，用伊的性命来甲你看护、甲你保护、来甲你照顾。甲你有当时讲较歹听，你著娶某生囝，你嘛是永远也阁是伊的心头啊。如果有一天，你来甲你的妈妈、甲你的爸爸，嘛是当作是心头啊。我相信咱这个社会充满着好道，一切都足好个，足快乐。毋过咱做事说，请赢，互伊感觉欢喜的真有限，互伊烦恼的是讲袂尽。对，所以少年人咧听心头有感啦，无感觉。但是某娶了，尤其囝生了，囡仔抱伫手顶了后，你咧照顾你这个心情就完全无同款啦，因为就会感同身受啦，感同身受。你会感觉讲，哇！原来我的爸母伫咧饲我，就是安尼啊！即摆我有囡仔，我咧照顾，就是像爸母对咱的心情。所以有当时讲，就是讲将心比心嘛。所以我有当时讲，你做了搁偌好，你著不管是你的事业也好，你的婚姻也好，你的生活也好，等等，其实爸母无时不刻拢是咧操心，无时不刻拢是咧关怀，所以。我定讲财生一粒豆，海赢无伫个咧摆低头。莫讲是目前大家捌一个亲情歌都敢若唱歌这条路。我所知，你先开始去海里出去块唱片，实在大家印象足深，结果嘛不接应的。无啦，我其实我出唱片了我才知影歌单毋是像咱想的，讲你会唱，还是讲你有啥物人咧捧。这有当时歌歌单咧行嘛是要有一个 timing 啦。你即个歌单唱很久，你个想伫海里无红啊，嘛无人知影我是啥啊。有当时我呢特别佫介绍讲，我是叫做蔡义德你哪会记得我的名我叫做蔡义德，我的字是不灵不义的义，无得的得，你哪记好好呢？结果咧后一次佫来唱，嘛是佫袂记你啊，拢一定爱佫特别佫自我介绍一遍。到我心头吧唱了后，才大家知影会当甲我的歌
啊，甲即个我的名连做伙。哦，所以我有唱足侪对唱。哦，像我甲陈英姐啊，咱的歌坛大姐大嘛对唱过。金雅嘅哦，今日讲时阵啊，迄个野花迄地，哦，啊，佮什物，甲伊唱互相，啊，佮来就是秋风啊，迄个阮的亲戚蔡秋凤，吼，唱个什物六高雄，请你听我讲，嘛无人知啊。啊，就那时候，咧唱是较玩票，啊，无啥专心啊，因为伫第一地迄个我袂惊，但是我拍拼哦，感觉有真大的挫折啦。啊，其实伫爱唱歌迄个本性哦，迄个兴趣是无受到什么影响，共款嘛是足爱唱的。但是感觉讲，这毋是像讲大家唱都一定会红啊，哦，爱唱歌，啊，所以时阵我就陆陆续续甲一家人李姐嘛有甲我对唱啊，哦，这拢李爱琪啦，即摆改名，嘛有甲我对唱过，所以对唱的嘛真济，啊都无啥物效果，是落尾甲张龙龙唱这个《赵拿杯》，哦啊，公司就注意到我，啊，才落尾签约，啊，才出心头嘛。咱是一家人，相依相爱，若有梦想，大家来打拼。咱是一家人，同甘共苦，若有困难，就爱互相照顾。咱爱勇爱土拼前途，因为有你同船渡。厝内时代有交代，好去的成才，咱爱一代传一代，咱大家斗相挺，念相爱的意念心，咱大家斗相挺，乌石嘛会变金。咱是一家人，相依相爱，若有梦想，大家来打拼。咱是一家人，同甘共苦，若有困难，就爱互相照顾。咱爱勇爱土拼前途，因为有你同船渡。厝内时代有交代，好去的成才，咱爱一代传一代，咱大家斗相挺，念相爱的意念心，咱大家斗相挺，乌石嘛会变金。咱爱勇爱土拼前途，因为有你同船渡。厝内时代有交代，好去的成才，咱爱一代传一代，咱大家斗相挺，念相爱的意念心，咱大家斗相挺，乌石嘛会变金。因为爱唱歌的人哦，伊是拍死袂退啦。伊迄落坚持到底哦，就是想要唱。我涉猎歌曲嘛济呢。我为即个台语老歌、国语老歌，
早期的英文的乡村歌曲，哦，最爱听啦，都只要有介意哦，无分什么语言，国语、台语、英文总听。啊，所以哦，音乐就是安尼，规工听，啊嘛袂闲啦，听规工啦，就拿起互你啊，就开始听，啊到尾啊，就拿起互听煞，袂够开，好，来去买黑胶唱片，等下就开始放啊，放几工啊，迄个奇怪，迄种热情，迄个爱音乐迄个哦，冲劲哦，都拢不见啦，就听过就足爽的。啊，我真知影讲你安尼一台琴摸来，听我讲毋免看谱，头壳底几落千条歌。先开始我对真正对即个琴管顶的即个哦音阶啊，即个音嘛，我毋知位置是啥物啦。什么哆来咪，我说我哪知道？啊，就后背我来知，我到尾是因为吼有一个机会，我就问阮妹妹，啊，阮妹妹甲我讲哦，啊，即个哆来咪，我说为倒来，吼啊，倒几音，你著家记的，就是迄几音。哦，啊，我就开始哦，就开始学白痴学白样咯。哦，迄时阵哦有简谱，啊，摕足侪台语的简谱、国语的简谱。摕看摕你，哦，安尼毋知啥啦吼，足奇怪。看谱你反而袂晓你呢，啊一音一音对。啊你若家己会晓唱唱哦，啊我就会晓，就键盘就会当把那个音找出来，音就会当吹出来，就会当弹。毋知啥啦，是到底应该是有小可有淡薄天分啦，啊佮加上我非常的热爱，足喜欢啦。所以我若编歌曲我若有识，差不多免谱就遐弹。啊，道你咧讲的，哎，热爱音乐的人拍死无体。拍死无。所以虽然讲头一体专辑无介顺势，是毋过尾啊，咱嘛安尼一直保持讲吼，有机会我就要来甲人对唱。对啦对啦对啦，我唱过人侪啦。啊嘛是拢咱经营、咱争取来的机会。对啦对啦对啦，即个有机会就是罔尝试啦。啥物代志莫讲，即个代志是无可能，还是即个代志是有可能。其实机会是创造的嘛，但是机会创造嘛无一定会来啊。啊，所以只要你有拄着机会，就是爱把握。我嘛知影讲，你拢用即款精神吼，咧教育家己的查某囝。是啦是。多多即马原来行入艺界。是啊。啊有当着啊，伊若真正当着错一个时阵，甲你开喙，你嘛是拢加鼓励讲。伫我的入场哦，我就尽量辅导伊啦。伊毋捌的，我了解的，我做会到，我尽量甲帮衬啦，甲斗骹手啦。啊，伊因为哦，伊嘛真优秀，伊自细汉哦，伊就真乖，啊，肯学。因为我感觉年轻哦，就是本钱。但是年轻如果若是用毋着所在，啊，无好好甲放伫即个真好的、即个正面的物件去学习，你可能年轻到尾你嘛是会老啊。啊，所以哦，我定定甲多多安尼勉励，就是讲你想学的，你想要学的，啊是想你毋捌的，你就去请教人。啊，你若想要学的，你就去学，安尼才会当丰富哦你的专业，啊，甲丰富你的知识，互你捌的物件，毋是干那一个点。希望会当变面，甚至会当整体的，吼，咱整体的立体的面。像讲，阮听你咧少年的时阵，我袂惊，但是我要拍拼，这算突破讲的。毋过到近来你咧写的歌吼，又搁完全无共款的心情啊。歌就是你年纪有一段吼岁月行过，啊，人拢是要有一个历练啦，就是讲你有一个过程，啊，你会拄到世间事足多的吼。不管是个人、家庭、社会，哦，种种不管是亲情、爱情、友情，哦，拢有足多无共款的即个赞处的即个物件，啊，所以你会去拄到正面的，嘛有可能去拄到看人足多负面的，啊，所以咱就有感受啦。啊，歌曲无感受，你嘛歹写咧。所以咱若咧用迄词吼，咱会感受。哦，比如讲，你讲有一年后，就感觉我的父母确实捌一年纪咧愈来愈济。啊，我捌一年，我最近我也娶某啊，吼，啊那我最近我嘛生囝啊，吼，我这时间咧过是真紧嘛吼。那像这时间无咧等你，岁月一天一天会过。啊，咱到底想要做啥？啊，我的感觉是讲。想要做，紧去做。当然，咱是希望讲拢做正面的啦吼。啊，想要完成的，你就紧去完成。啊，莫等下讲吼，等下时间到啊，你想要完成，拢一定袂赴啊。人生拍拼来到这，你敢有迄个上届反悔的代志？反悔的代志哦，
反正代志当然是有足济啦吼，但是有当时啊，回想过去是种检讨啦，啊莫变成伤害啦。像我的爸爸，其实我唱歌，我的爸爸吼对我嘛真大期待啦。迄时阵我歌唱甲有淡薄仔成绩出来时阵，伊一直咧鼓励讲，叫我爱办演唱会。我一直吼，其实我拢感觉我的能量应该是还无够，我毋敢办。虽然我朋友交足济，我一直咧考虑演唱会要办甲毋办。啊，结果我的考虑吼，安尼灭哩毋呢吼，造成我的爸爸就离开。离开了后，因为阮妈妈还佫健在，迄时阵才我有一种观念，插伊啊。管伊有听也好，无听也好，有人会来也好，无人来也好，我就甲办了就对啊。结果我就2016年啊，我就举办我人生第一遍的首场的个人演唱会。有当时啊，一较顾虑哦，想济嘛，无一定是好啦。啊，所以若感觉会使做就去做啦，莫想济。所以这嘛是我一生吼真大的后悔，因为我拢感觉讲，我的爸爸是我的头号粉丝啊，伊是我上支持我的这个大粉丝啊，应该啦，我咧唱歌，我咧办演唱会，伊安尼坐伫台骹咧听，毋知有偌好，我会偌感动，讲老爸老母拢坐伫台骹听我咧唱，心头肉，听我咧唱一年老。听我咧唱，咱是一家人，毋知偌好啦。你知这是用钱哦，无法度买的幸福。如果会当去定来，我你讲，爸爸伫的、妈妈伫的，同时间就甲办了啊。这就是我的人生价值，嘛是我袂遗憾、袂后悔的一件代志。口罩，爸爸拼命吵，为着一口鼎，阿母拖老命，出世到大，将咱惜命命，咱若艰苦，因着心痛，因若伤心。惊咱知影，为囝将来咧大磨。你要怨叹啥？啥人较歹命？你若出外做歹囝，甘知爸母心我疼，要先后为先，若要有后在眼前，搁再望，搁再等，上惊等到变为何？
爸拼命吵，为着一口鼎，阿母拖老命，自是到大，将咱惜命命。咱若艰苦，因着心痛；因若伤心，惊咱知影。为囝将来咧大磨。你要怨叹啥？啥人较歹命？你若出外做歹囝，甘知爸母心我疼？百善孝为先，若要有孝在眼前。搁再问，搁再等，上惊等到变为何？亲情的歌王蔡义定，少年时伊就捌讲过一句：我袂惊，但是我要拍拼。敢若听即个歌名，尤其迄当阵大家佫知影讲，这伊家己做的歌，是他大哥抱足大的希望，想讲即个一定要有轰动。其实哦，这首歌吼是我第一遍的创作，我最主要是要写我家己的故事，希望写这首歌会当鼓励我家己，同时间嘛要来鼓励甲我有同款遭遇的。在朋友，希望对你有一点仔鼓励啦。所以其实，歌的内容其实就是要写我家己，嘛要勉励我家己。照我家己这个例吼，要来互足侪甲我同款有遭遇，不管是行动无方便，还是身躯有任何缺陷的朋友，希望讲莫放弃家己，会当努力打拼。希望咱的努力打拼，会有一条属于咱会当行的路，所以我才写这首歌。你当阵这条歌写好要出唱片，是爸爸还是讲妈妈，敢有甲你动？迄时阵无啦，伊就知我爱唱歌嘛。但是阮迄时阵有一个期待，就是讲希望这首歌会当引起大家的这个肯定，引起大家讲会注意，会爱听这首歌，甚至会去注意到这首歌。但是这个无法度像原来所想的迄个愿望，达成讲真侪人去注意这首歌。所以这地其实伫咧发片进前是抱着真大的希望，希望讲大家会当讲会注意到这首歌。心血用袂少，用袂少。落尾到尾嘛是无红无红。爸爸对你的影响，毋是干那讲唱歌这方面，做事业、接厝人的工课，有安尼甲你拖足多的无？其实阮兜是一个务农的即个农家子弟啦。爸爸伊是一个阿农，慢慢，甲事业做了有淡薄起色，是阮即个家大细有7个。其实以前子女好像大家生拢生足济啦，你也想讲7个要饲嘛无简单。到尾伊事业做了袂歹了后，伊就有一个基本盘嘛。迄时阵我其实对这伊的行业我实在无兴趣啦，我爱唱歌尔。这边就因为我有讲过第一张专辑造成伊无原来即个期待遐尼好，所以到尾伊就是会甲我怪讲你袂记得唱歌有机会，你找机会过来唱嘛。若有机会你会去唱啊，是总是要有一个工课做吧。厝诶在咧饲我咧倒来斗烦恼。无毕竟无一间压力来出去，无对这笑啦是要销售，要安怎做，倒来斗下唱。后来我回去了后，我就发现这事业是真传统的事业。
我甲讲哦，你做这传统要趁这钱哦，无甲较简单啦。啊，落尾我就甲伊建议，就是饲鸭卖人工，来甲采用自动化。吼、啊，饲鸭了后，卖干那卖鸭，咱来做这个加工，吼、就是互这个产品多元化。咱鸭咧教人就好好啊，你讲这伊敢要接纳？伊毋接受，伊讲吼鸭肉都无人要食，你要去做啥物鸭肉丸，要安怎做个鸭肉酥，是毋是要去做鸭肉烟肠？讲这无效。哦，啊，当然我嘛是伫这过程，我嘛是无放弃啦，就用阮母啊教我迄套吼，安尼永不放弃啦。咱就毋放弃，想尽办法，到尾啊吼，啊一遍无成，两遍无成，到尾就同意讲我试看卖，叫阮的鸭肉丸、鹅肉丸，阮就到尾啊做加工，做甲卖甲足好。是安怎讲？因为我拢有一种感觉吼，就是不管你想要做啥，若有一个人甲你鼓励，迄是足好的精神，勉励啦。但是若无人甲你鼓励吼，泼冷水啊。有当时伊讲你无可能，真正本来是有可能的嘛，并无可能，因为伊就讲你无可能。但是你若因为伊讲你无可能，你就无可能去做，永远就真正无可能。啊，我这个人吼，毋知是我细汉我就遭受足侪，像讲骹无方便啦。其实我手嘛伤着，我倒手嘛伤着，所以我諗要讲起来算，我的身躯嘛算四不全啦。吼，除了我读有一粒较清楚的头壳以外，其实我行动是足无方便的，骹袂行，手嘛无啥指力啦。吼啊，所以要做每一件代志吼，我拢会想足济。啊，所以定定人咧甲我讲，你这无可能，我要开车无可能，我要娶某无可能，人拢无可能啦。吼啊，无可能，咱若以咱的个性吼，若鼓励咱，咱要甲试看卖。就算有1%的希望，咱会甲试。但是咱若听人讲，讲无可能，你就无爱去做啊。其实真正就无可能，你嫌做的机会嘛无嘛。所以人家讲，你毋通开车。迄时阵我要开车，我的爸母做烦恼。阮爸母讲出边兜，出边啊，甲阮母啊，甲阮妈妈，甲阮爸爸讲，你毋通互你踩就开车啦。你若互开车，毋是叫弄着，就是叫弄着啦。迄骹无方便，手搁一手袂叮当，迄要是要安怎开啦？结果吼，我这人吼就是安尼，我就觉得我有一股那种叫做唔认输的精神啦。我试看卖咧嘛，你若我试看嘛，讲真正我无得开，啊无我就真正无可能。结果吼，我偷偷去学，学到我会晓开车。我载阮爸爸甲阮妈妈坐咧后壁，阮爸爸吼偌趣味，你敢知？伊坐咧后壁，一只手扭咧。哦，紧张，刺激！哦，你参战你头前你开，迄捌坐过一定会惊，手滑。滑来了后面安尼知？昨下我驶一段路了，手慢慢才放落，因为稳嘛。我开了袂歹，啊到尾喘一个大气讲，我你即摆坐伫遮哦，我安尼想就想袂到讲，你骹安尼你会当开车，互阮两个老伫后壁咧坐。喘一大气讲安尼啦，所以我希望借这节目哦，爱鼓励足侪好朋友，不管你身躯缺陷也好，还是讲你的人生你身躯无缺陷，你因为做事业也好，还是你的家庭，还是你的婚姻，还是讲你的这个爱情各面，你若拄到挫折、拄到困难、拄到问题，你毋通讲安尼就放弃啊！我这袂当开车，逐个出面兜拢讲不可能，到尾我即摆车开，讲我听，无几个技术比我好啊！我会使安尼讲，无会当接受挑战嘛？因为熟能生巧，咱咧讲吼，物件若熟手了后，你就变愈做愈熟。所以你的足侪物件吼，就会当吼安尼，咱讲驾轻吼就熟啦，驾轻就熟，会当讲甲物件做甲做好。所以无可能的代志变有可能。有当阵啊是社会时势行到遮熊。产生一个讲无人要食，迄种的挫折才是大，迄种的挑战才是大。其实我这样讲这个话头长吼，其实这个沥青也吼，用沥青脱毛这个事件吼，其实是子虚乌有，根本就是咱咧讲吼，看到乌影就开枪。我著歹势讲这三字啊，看到迄个时阵对你足伤的。是啊，迄时阵就是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对我人生是造成我足大的冲击啦，我有真大的伤害啦。5月讲，咱
也是用柑仔胶去脱毛，其实毋是脱毛，毋是用柑仔胶，是用松胶，上的胶，松树松胶做即个材料。因为即个菜市记者去访问，伊就无注意查证，无新闻好清楚。伊甲看到迄片间有两块乌乌的，伊就讲这就是用柑仔胶去脱毛。落尾当然电视台报唔到伊嘛有回失的啦。但是已经造成我了几啊亿啊！迄事件对我伤害足大的。其实嘛，因为这个事件，我才用上原本的声音出来唱歌。迄时阵我的想法是讲，无我搁试看卖，因为我一定无啥本钱啊嘛，因为我了足侪钱去啊。我是讲无我搁唱看卖，搞不好拿我的歌有着，用我的知名度过来做事业。我的知名度帮助我的事业，我的事业来成就我的知名度，相辅相成，会当互相落去配合。这个想法了，我去做，我就伫豪记唱片啦，再去互头家，安尼互我一个机会去唱《走哪杯》。对你讲的，敢若这个歌名人就好记。对，《走哪杯》。我就是因为这个事件了，我去唱歌，所以天无要绝我的生路。互我拄伫好奇唱片公司安尼头家我这机会，唱着走哪杯，真正飞起来了。到到即摆大哥，大大细细叫出一个亲情歌王蔡义德，你嘛拢咧牵口少年人，嘛拢咧栽培下辈，拢咧甲人结识。谢谢。所以我相信，你的一条一条的代表作，心头肉过来，会安尼一直发挥落去。谢谢，咱共同努力，非常欢喜。互我来拜托。是。专工来到节目，是，亲像世界电影明星同款。谢谢。印一个，互阮对你表示钦服的。无问题，非常欢喜，非常高兴。感谢，大哥感谢，谢谢，感动。我嘛足诚意讲，你自少年就遮尔经出男人的一生。谢谢。遮尔侪好听的作品，讲过程，感谢。爱继续发挥，亲情歌哦。大家一起加油。一定各有新作品，一定要再来。谢谢高真兄。心所爱歌，下回再过来开讲。谢谢大家，谢谢高真兄。正经的哦，感谢。你后壁还佫再。